手機 Apps 不時推出更新版本，但係唔少機主喺更新手機程式嘅時候，都懶理當中嘅條文就直接 download 啦，分分鐘墮入收費陷阱㗎。好似熱門下載嘅 WhatsApp 咁，新版本就加咗個自動 download 圖像嘅功能。雖然 upload 或者 download 圖像只係需要 100K 至到2MB 嘅數據用量，但係如果 download 好多張相，每個月用量就會激增啦。有市民近日就接到月費單嘅時候，發現月費多咗50%至到150幾蚊。後嚟至發現問題在於更新咗 WhatsApp 應用程式嘅時候，冇好仔細咁睇下當中嘅內容。每次喺聊天室收到相，就會自動 download，令到月費暴增。後嚟要更改程式設定，要先撳掣至可以 download 相。另外，用作網上暫存相片嘅 Dropbox 亦都設有自動 upload 嘅功能。以每張相2MB 為例啊，只要影100張相，數據用量就達到200MB啦。有資訊科技界嘅專家提醒機主，唔應該揀自動 upload 同 download 嘅功能，甚至要定時監察數據用量，否則用量超標就要支付額外嘅月費啦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